今日嘅香港站喺邁向由治及興嘅關鍵節點，政府正全力深化改革、發展經濟、改善民生。好多政策都必須經過立法會立法或者撥款先至可以落實。因此，選出有能力、有擔當、有熱誠、勤奮服務市民嘅賢能人士擔任立法會議員至關重要。喺第7屆立法會嘅成功實踐基礎上，我哋會確保第8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，展示選舉制度嘅廣泛代表性、政治包容性、均衡參與性同埋公平競爭性。我哋將聚焦3方面嘅工作。第一，確保選舉公平公正、誠實、安全、有序進行。喺未來幾星期，我會領導全政府協力同心，積極辦好同埋推動今次嘅立法會選舉。第二，第8屆立法會選舉嘅提名期將喺聽日10月24日正式展開。我鼓勵各行各業、不同階層嘅愛國愛港、有能力、有擔當、熱心服務市民嘅優秀人才，積極參選成為立法會議員。第三，動員社會各界支持選舉。我強力呼籲並全力推動社會各界，包括機構、企業、組織同埋團體等，一齊履行社會責任，鼓勵屬下員工喺投票日積極投票，並為員工提供一切可行嘅便利。